老師話佢坐唔定，成日發脾氣。我睇完份報告話，其實佢係天才。媽媽帶住11歲嘅仔嚟到做 TQC 測評，佢話佢專注唔到，成績差，情緒仲好大起伏。我睇完份報告，第一句就係呢個小朋友聰明到個世界都跟佢唔到啊！佢嘅 TQC 總活躍度係506分，屬於高活躍腦，思考快，創造力強，反應快到你未講完佢已經諗完啦。佢嘅組織管理能力、邏輯推理能力同埋圖像區嘅辨識、閱讀、觀察能力同圖像認知能力超晒標啊！但係呢，佢嘅語文記憶能力、聲音情緒感受能力同埋佢動手操作啊、藝術體覺呢個頂葉區同聽覺區呢，都係處於弱項。即係小朋友呢唔中意聽同埋抄，但係呢，佢就中意呢睇畫面思考，佢先至可以記得住啲嘢㗎。傳統嘅教學越靜，佢就越坐唔定。我同媽媽講，佢唔係專注力差，只係太快，個腦一刻都唔停得，要有新刺激先有動力。呢個小朋友其實最怕重複同埋限制，要佢一堂40分鐘坐定定咁聽書，其實佢個腦已經諗緊另一個世界。佢嘅動物性格呢係老虎加貓頭鷹，聰明、觀察力強、有主見，只要呢方向清晰、目標明確，會學得好快，甚至乎會反超老師添。我教媽媽改變教學嘅方法，用圖像化學習法、任務圖表啦、即快嘅規劃啦、創意筆記啦，俾佢睇得到做啲乜，佢就會主動集中。TQC 唔止睇潛能，更幫父母了解高智商嘅孩子背後嘅情緒同埋專注機制。所謂問題小朋友，好多都係未被理解嘅天才。我係譚老師，用 TQC 幫你睇清小朋友背後嘅天賦與困惑。留言 TQC 關注我，我送你30分鐘親子諮詢。被誤會嘅天才最需要被理解。